提醒咱的观众朋友，莫抓准讲你面册会当扫起来，伫网络顶头乌白乱讲话，就无人敢对你安怎？事实上是无要含你计较尔。讲到这世界棒球经典赛呢，这台湾队虽然是无延入去到前8强，不过这精彩表现受到众人的肯定。说是有一个查甫人伫网络顶头讲台湾队承认拍假球，引起众人的批评。这下晡警方也通知伊到案说明，依照诽谤等罪嫌甲上办。 你之后还敢这样乱发文吗？不，保证不会。真的吓到了是不是？想要道个歉还是什么？对不起。面对媒体追问，赛场查甫人一直讲唔假咯，原来伊是伫网络讲经典赛中华队承认拍假球，伊发文引起球迷不满，希望中职会长蔡其昌爱提告。蔡其昌回应已经转予刑事局，警方伫70下晡将约谈到案，讲因为代志对战台湾队输伤济，才提出质疑，比较诽谤等罪嫌纠办。他主观就预测到可能打假球的情形，就在网络呢。 发文引起关注，会依刑法310条诽谤罪嫌呢，来移送新北地检署来侦办。世界棒球经典赛虽然台湾队无缘晋级8强，精彩表现得到大家肯定。台湾台美男会选手菲尔柴德特别发文，强调赢得经典赛为台湾之战是一种荣耀。各界关心台湾队长陈杰宪的伤势，同赛领队苏坦也表示，球团已经安排第13，和陈杰宪到高雄的中继病院，追踪伤势，甲后续复健的进度规划。 初步判断，至少要6礼拜到8礼拜时间来休困。会有的检查基本上就是追踪 X 光，看情况需要再做个电脑断层，这个也是有可能的。他的情况应该是不需要到开刀啦，所以可能我们会帮他做一个比较特别的护具。 这摆经典赛，台湾从经典赛小胜韩国队的纪录，要伫11透早转来，华航特别安排大型客机，和教练球员用全部坐商务舱。中职联盟会长蔡其昌也宣布，除了经典赛原来奖金以外，更加发500万的奖金，为了教练球员甲后勤团队辛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